通识影音教学资料。0304郑文灿王念慈通识华视开训典礼底线一观看影片。0304郑文灿王念慈数位电视发展。社会媒介人底线二观看影片。0325谢晋南数位媒体汇流发展底线一观看影片。0325由应付传播法规底线二观看影片。0401卢世祥传播理论观看影片。0401梁朝云数位影视节目制作观看影片。0415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底线一观看影片。0415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底线二观看影片。0415陈清河数位技术发展趋势底线三观看影片。0415陈清河数位技术发展趋势底线四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底线一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底线二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底线三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底线四观看影片。0513林习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底线一观看影片。0513张惠美数位化之钥，开启了多少商机底线二观看影片。0513陈升清公广集团的故事底线三观看影片。0513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底线四观看影片。0513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底线五观看影片。0610赖敬贤媒体环境介绍与广播电台的定位底线一观看影片。0610黄国师无线电视瓦解底线二观看影片。0610梁旭伦华人网络广播发展趋势底线声音娱乐媒体的趋势探讨底线三观看影片。06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底线四观看影片。0603林育会哈佛商学院不教的个案底线一观看影片。0603汪威将两岸电视节目制作现况与发展趋势底线二观看影片。